娘娘，您这都已经吐了2个。宝贝儿，我多想放肆的哭一场。别说让我给齐生生孩子，就是他碰我一下，我也有心理阴影啊。娘娘，您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您别这样委屈自己。生，宝贝儿，我多希望把齐生换成你啊！你说你哭哭啼啼的，多惹人怜啊！啊，过来，陪我喝酒。娘娘，您别这样为难自己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娘娘，我在呢。宝贝儿，你没走啊？你在就好。有你真好，陪我喝酒。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穿越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最苦逼的是，我被人要挟生孩子。我只想过有酒喝，有肉吃，有妞泡的日子，老天爷偏不让啊！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娘娘，宝贝儿，还是你最懂我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那春茶，我就是那刚烧开的水，我他妈想泡你啊！哼！娘娘。宝贝儿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该减肥了啊！娘娘，你醒啦？奴婢都没忍心叫你。宝贝儿，什么时候醒的呀？奴婢早就起来了，这不今儿要回宫了吗？奴婢看看再落下了什么没有。哎呀，昨天晚上那么累，还起这么早，辛苦你了。再辛苦也没有娘娘您辛苦呀。娘娘昨天晚上一定比奴婢还累。回去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了？娘娘，只要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回了宫还不得照样啊。昨天晚上你和江妹妹，不是我说啊，你跟这赵王啊，真不愧是亲兄弟，
都被僵尸迷的是神魂颠倒的。哎，就你这条件，日日挺银枪，夜夜做新郎都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你是千万不能宠。你宠她1日，她对你撒娇；你宠她2日，她对你撒泼呀。哎，你若是连续宠她3日，行，哼，上房揭瓦的胆儿都有了。你对我句句不离僵尸，到底是何意？我这不是和你分享我的恋爱心经跟心得吗？哎，我不是跟你吹啊，我这些知识如果出本书，不知道得受多少年轻人追捧为恋爱圣经。为何一夜之间，你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？要我说呀，你就算喜欢这个江妹妹，也无妨，咱哄一哄，骗一骗就行了。这女人啊，再漂亮，也经不起岁月的这把杀猪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下去！停车！什么嘛！啊！这妞妞，你怎么下来了呀？被人赶下来了呗。七胜这个人情绪太不稳定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什么了，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啊，娘娘，您昨天还跟太子殿下那么恩爱，怎么今儿又不好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太子怎么了？恩爱呀。我跟他怎么恩爱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昨天晚上，你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昨天您喝醉之前，确实是一直和奴婢在一起呢。可是后来呀，您喝醉了，就吵着嚷着非要上床，然后太子殿下也来啦。会被人觉得轻浮的。吕丽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今天早上对我羞羞答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男女之事放到台面上说，总归是难为情的嘛。吕丽呀，吕丽，你这是要把我掰弯了你！娘娘，您这都已经吐了2天了，咱们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那一夜，齐生已经给我幼小的心、肝、脾、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就是剧毒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只不过是把您赶下了马车，怎么就成了剧毒了呢？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晚的事儿，我就忍不住想吐。你说，这不是剧毒，这是什么？我现在是一条小命和人身自由，全部捏在齐胜手里，时不时的还要被他拿去威胁几次，隔三差五的还要陪个睡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对我深深的侮辱，无情的践踏？又来了！娘娘，娘娘，皇上要在皇宫里举行蹴鞠大赛，时间定在3天以后，要求皇宫上下所有的王爷及其女眷一同参加。蹴鞠？那不就踢球吗？是啊。你们这儿男女一块儿踢啊？是啊。我跟一帮老娘们踢什么劲儿啊？推了。哎，你就跟送请柬的人说一声，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踢了啊。可是娘娘，请柬上说了，各宫女眷无论身份高低，均不得以身体欠安为借口缺席比赛，
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请假。不准！哎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喂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你以为你是韩剧男主角是不是？一副冰山脸，拉着女主角说走就走，屁话都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学长腿欧巴那一套就能把我迷住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最烦那一套。闭嘴！这是我最珍爱的一个球，先祖曾经踢过，你就用它来练习吧。你要教我踢球？有何不妥？我知道你球艺不精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吧，咱们怎么踢？你要干嘛？整日里净想一些污秽之事，穿着裙子如何踢球？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挺麻烦的。来吧，咱们踢吧。你就把我当成球门，射。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到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